點解一直關注特殊學校畢業生嘅出路？因為我深信特殊學校畢業生嘅出路咧係有無限嘅可能，大多數都認為特殊學校畢業生嘅出路咧就只有職業技訓中心、庇護工場或者展能中心。咁但係我自己嘅畢業生路向咧就同佢哋有一啲唔同。當年畢業之後，我一邊喺職業技能訓練中心接受訓練，一邊繼續做游泳運動員。完成職訓之後，我更加全職投入游泳訓練同埋代表香港出賽。退役之後，喺體院運動員事務部經理推薦下，我有機會加入田徑會工作。幾年前，我仲完成咗1年兼讀制休閒康樂體育管理專業文憑課程，而依家我就喺一間特殊學校擔任教師助理。所以我一直相信特殊學校畢業生嘅出路唔應該被限制。我喺呢度同一啲準畢業生講，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能力、興趣同埋夢想。而過去嘅3年，我更加製作咗30集有關於特殊學校畢業生出路嘅特輯，訪問過唔同嘅畢業生、家長以及各界有心人，希望透過佢哋嘅真實故事，帶你哋走進特殊社群不一樣嘅面貌。記得下邊留言出路就可以睇晒我30集講出路嘅影片啦。記得訂閱埋我哋個 channel 啊！